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咱要直接来学咱的主，咱的上帝，将一切荣耀归咱的主，咱的上帝。阳光，阳光，阳光，圣有光。阳光，阳光，阳光，圣有光。阳光，阳光，阳光，圣有光。高高一我，阳光尊贵堪的我路，你不做真上帝。这下来我路，你不做定有个阳光，阳光，阳光，阳光圣有光，阳光，阳光，阳光圣有光，高高一我。来，独独有荣光，独独有荣光，尊贵堪的我路，你无做的上帝，有我来敬拜你，咱这下来我路，兄弟准备啊，独独有荣光，独独有荣光，尊贵堪的我路。看的我路，你无做定上帝，有个来敬拜伊，咱这下来我路，你无做定来敬拜伊，来敬拜伊，咱这下来我路，你无做定。献上咱感谢，来到主面前，用主为咱做来宣告讲：你着用感谢做者献予上帝，我着对至权的谢你的愿，你患难的日着求救我，我要求你，你也要应光我。上帝啊，是最亲像你，是赦免罪过，犯赦。伊所存的百事会过实的，伊无永远藏上去，因为伊欢喜怜悯。来，即摆咱认捌这位上帝是啥物？是至权荣耀荣光的上帝。伊要施恩，伊要赦免，伊要拯救咱脱离这的患难。咱会通来到伊面前，就是因为伊赦免咱，所以咱会通。伫遮回转来领受，咱开声来祈祷，咱献上感谢，咱来恳求上帝圣神来光照咱，提醒咱随时活动伫伊面前，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阮感谢我你，你是慈悲怜悯，你是拯救，你是帮助阮脱离迄个患难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遮三组织有做人，三个组织学落来敬拜。求你的保护来清洁、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的不义。愿主，阮会当好胆无惊讶来到你手的宝座前，伫遮来恳求、来祈祷、来感谢。愿主你听阮的祈祷，帮助阮进入你的恩典。伫台港节中间，阮领受你的信心，会通进入到你的手宝座前。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享受你的救恩，互阮会通伫遮透过阮逐人的信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阳光来遍照伫阮的生命中间，也互阮会当领受主你的圣神，了解你的真理，真理互阮得到自由，互阮时时，互阮会通凡事感谢，互阮会通常常祈祷，阮会通常常喜乐。愿主你来帮助阮，伫你的恩典座的内面，阮会通伫遮来当领受你的恩典，会通看见你的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咱要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你会通将这段的圣经甲改做啥？耶和华要保守我，迄个你甲改我，咱做伙来。耶和华要保守我，免受一切灾害。你要保守我的性命，我出我入。耶和华要保守我，对即时直到永远。这就是你的祈祷，敢毋是？这是真做你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你读圣经，你啊小可调整者就通互这个福分临到伫你的中间咱有这几方面愿主来帮助咱全人心身灵魂体拢会通来对来恳求。如果你若伫这几方面有这个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同工长老会通为着你伫遮来祝福来祈祷也是这咧，你手换伫你的无爽快。你心灵欠安，你就看伫你的心伫遐求主来安慰、来扶持、来帮助咱开声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起立。咱开声来祈祷，恳求上帝伊伫供应祝福伫咱的中间。哈利路亚！愿主，愿奉你的名来到你神宝座前，愿你的名伫遮恳求你来伊伫来帮助，互阮会来经历，你是为主好命。因带阮行伊的路，你是阮会通降避伫遮的灾难，你是阮通赢过试探，你是互阮会通伫遮来进到你的国度内底主，愿主你来施恩所伫阮的中间，在阮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主较无你的人，拢会通伫遮来领受你的同在，主欠过人，主你要伫遮来帮助因，准备因所需要的。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除了你以外，阮无别的拯救。主啊，你伫阮生命中间每一个层面，你拢常做阮的帮助。无论是阮的行踏，无论是阮的心情，你保守阮平安，你也安慰阮失去亲人的哀伤，你也安慰阮伫迄个忧伤的中间，袂得到主你的快乐。主啊，你也互阮伫欠缺时，你来供应，互阮到野阁有剩。主啊，阮病痛的中间，你是耶和华拉法医治阮的主。主，你太丰富，阮通真正用虔诚谦卑的心，伫遮来认捌你，也来大大开嘴，对你来恳求祈祷，同心的祈祷，你的确要伫遮来应允，要伫遮来祝福，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也为着主日礼拜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救我的上帝啊！我入迷伫你的面前求救，愿我的祈祷到你的面前，求你耳空听我祈求。咱为着牧师团队，为着中职团队来祈祷。咱为着个人，咱透过甲咱之声的这个灵修，咱家己的灵修甲上帝好的关系。因为咱有这个新任的中职同工的上任，愿主来保守看顾，享受谦卑，享受快乐，享受因有教育的恩赐伫因的中间。咱为着年底相关的这个报道会，这个圣诞节期的活动。明年的时间求主来引带，咱特别为着这个小组，特别第一区为着区长小组长求主来祝福因心心灵拢会通得到勇健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恳求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
哈利路亚！主，我奉你的名，三工自进伫遮学罗敬拜。主啊，你的能力，你的话语对阮来显明，你的权柄施落伫这中间。想事谦卑的心，互阮会通伫遮来领受，互阮知影你的真理，捌你的真理，来领受你的真理。愿主你来帮助互你的罗卜，也互这中集同工，伫咧上音的中间，拢会通伫遮用谦卑受爱心，主啊，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上帝同行。愿主你甲阮三合同在，保守看顾阮，今仔日早起的礼拜，都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听阮的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教育我用。伫最近到伫台港节的第2主日，主啊，想使阮教育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检测阮拄当伫迄个困境，拄当伫迄个软弱中间，总是主你是看顾这个软弱的人，扶持软正的人的上帝。愿主你来祝福，互阮今仔日早起的礼拜得到你的欢喜甲感纳，互你的话对宝座想出来，开阮的心窍，互阮会通明白，也透过你的真理，互阮能伫生活中间来实行出来，叫人看见阮心上的好的行为。来荣光上帝，来倚靠上帝。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名圣，你国临到，你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互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送向人。伊有找我甲受了的人讲，因会得头棒；甲痴迷的讲，因会得到高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这个时阵要来请林顺正长老来点到第2期的蜡烛，就是准备信心。第2期的蜡烛叫做伯利恒的蜡烛，提醒咱当日玛利亚甲约瑟因安怎准备因的心神来准备耶稣的出世，咱要安怎准备你我的信心？来迎接耶稣的来临，所以咱用准备，用咱家己的信心来到主面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连信心嘛是你所想事的，因为阮若无主神伫你的身上，阮看这环境，就这个环境的患难来赢过。求你来帮助阮伫这太共节期。主你来临，就是要帮助你的百姓对黑暗出光明。你是世上的光，来要照光阮的生命，然后阮亲像世上的光来传达伫阮的四周围，互人看见主你伫阮的心上的同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兄弟平安，平安。咱要感谢主，伫咱亚神的时，伊予咱能力；伫咱软正的时，伊予咱快乐。因为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快乐。阿门。这是咱们伫主的圣殿，大声欢喜唱歌，感谢主，阿乐主。每日欢喜因是阿乐主，为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为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咱的主，伊若有美气的拢好落去。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民向主敬拜。每日欢喜因是好乐主，为着丰盛喜乐。
志。嘿呀嘿，学落咱的厝，囡仔有会记的拢学落去。嘿呀嘿，感谢咱的厝，万米远主敬拜。每日欢喜今时学落厝，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好咱的厝，囡仔有会记的拢学落去。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远主敬拜。哈利路亚！你若有喘气的，拢着俄罗亚花，恁着俄罗亚花。每日欢喜今时学落厝，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学落咱的厝，囡仔有会记的拢学落去。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远主敬拜。每日欢喜今时学落厝，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每日欢喜祈祷感谢主，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嘿呀嘿，学落咱的厝，囡仔有会记的拢学落去。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远主敬拜。嘿呀嘿，学落咱的厝，囡仔有会记的拢学落去。嘿呀嘿，感谢咱的主，万米远主敬拜，万米远主敬拜，万米远主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那这请坐。天父上帝，阮迫切追求你，阮心较无你，你的主爱比性命搁较宝贵。我的嘴唇要学落你，咱一生要来学落主，因为主是咱的帮站。咱就是要奉主的名举手讲，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主啊，我来求你，我爱的你的福气，这款福气只有你，心事乎我你所听的经。主啊，你就是我保障，你来你有平安，这款平安是世间人人生苦痛上大的烦恼。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跟你相跟的。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那高永
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那到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那到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那到永远无改变。我相信信实的上帝要引带咱行伫稳定的道路，毋茫伫来新的一年，咱搁较经历上帝要加替咱开路，伫咱身上开道路稳定。因为主讲，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但就发现恁点毋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永远我名来守护。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疼我，伊
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也就是阿爸陪你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阮相信你是阮的主，除了你以外，阮无别个拯救。主，阮相信天父上帝伫你的内面，要将天顶特有属灵的福气，要赏赐予追求你敬畏的人。主，阮相信这是你甲阮三个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阮相信，阮相信。当阮奉你的名，两三人同心恳求祈祷，你要应允。主，阮相信你的确为阮备办永远的徛家，有一日，阮要伫天顶甲你相聚集。愿主你来帮助阮，伫这时，阮的学乐敬拜，有你欢喜伫阮的中间，享受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拍开阮的心门。让我通伫遮用谦卑虔诚的心来调见你，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98首，圣诗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请起立吟全首。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着听来到这世间，为着听放落尊贵，道成肉身，定伫十字架，为阮成做赎罪祭。为着你的性命，你的国临到，你迫切毋望住伫阮的生命中，毋望阮的一生交互你来掌权做主。总是阮常常伫无用的中间来失败，照着人的血气来行，求主赦免，
除去阮无下你心意的罪，搁一摆将阮带到你宝座前，领受你流落的活水灌压，互阮生命得到更新，结做果子，互人得利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阮要学习洗礼约翰，做伙来陪伴主的道，修直主的路，透过济圣诞节活动，互救恩会当进入搁较侪人的心，将你的疼、平安、盼望甲医治分享出去。今仔日也有中级就认识以及小会、中级会的进行，求主掌管，互当工有属天的眼光、智慧来计划明年的事工。阮要为着第1区建总义区长林雅琴、李佩如2位小组长来祈祷，互因常常警醒，甲主结连，亲像树栽伫溪边，得到主丰盛的供应。哪服侍，哪有气力，尽心来牧养组员，带领第1组甲第10组的组员，搁较侪来经历主的同在，领受主的恩典，求主也将人来加添福音。阮今仔日伫遮同心自持敬拜，求主听阮的祈祷，也求主圣神充满伫即中间，互你的阳光气力充满伫教人教会。愿所有的阳光拢归伫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2篇，也是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时，请圣歌队来献诗。爱麻烦兄姐。将手机调整无声，也是暂时关机，因为要录音哈，请大家注意。
请咱做伙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到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到第13节。各版本的耶稣，请看荧幕。兄弟啊，我毋爱恁毋知，咱的列祖拢伫坟下，也拢对海中经过，也拢伫坟中、海中受洗礼归伫摩西，也拢食同一样灵的食，也拢啉同一样灵的啉，因为因所啉的，是对缀因灵的石盘出，迄个石盘就是基督。若是因中间较侪人互上帝无欢喜，因为因的心思怀客伫旷野，担遮的事是做咱的鉴戒，互咱无得爱歹，亲像因爱歹一样。恁也无得拜偶像，亲像因中间有人拜伊。照所记载讲，百姓坐底啉食，起来跳舞。咱也无得行淫，亲像因中间有人行淫，一日死23000人。咱也无得饲主，亲像因中间有人饲伊，就互蛇咬死。恁也无得熬念，亲像因中间有人熬念，就互焦灭的灭因。当因拄着遮的事是做鉴戒，煞记载来警戒咱。就是遮个世代尾的人，所以家己掠做徛在下，着谨慎行了跋倒。恁所拄着的刺，无毋是人的相事，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画当，就是伫受刺的时，要煞开拓出的路，互恁当会起。以上，请尤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开一条出路。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是路，是真理，你是活命。透过你，才有人生的出路。你也互阮伫生活过程中间当会起，因为你享受阮稳定教业、快乐教业，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才有安尼行。阮拢诚做受恩的囝儿，也诚做你祝福这个世代关道，祈祷可耶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今日甲咱三分享对伫正义教育台抗节的第2主日，咱要伫遮来思考咱人生常常拄着无路通行的时阵吗？迄个无路通行、无办法的时阵是要安怎？今仔透过这段圣经，保罗也提醒咱，安怎伫这中间圣经成做咱的一面镜。然后呢，过去这以色列人这祖先因的历史，有当时咱会讲，甲咱有啥物地带啊？甲我有啥物关系？所以伫神的内底，咱拢当诚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哦。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咱要做伙伫遮来学习。伫一个叫做小玉的这个国小4年的囡仔，因为爸母感情无好，老爸爱啉酒，啉酒醉，佫会练迄个小李飞刀，刀架起就安尼乌白色哦。所以这个小玉伊就真惊这个老爸，伊伫迄中间带2个小妹。找到伫即个后里的所在，即个眉山吼，即个画牌附近遐个款吼，眉山即个1919的陪读班。即小玉甲因2个妹妹拄仔来到伫即个陪读班吼，就是讲教会可能开即个课辅班安尼啦吼，头毛散野野啦吼，佫。长个草面个砍甲安尼吼，砍头砍面安尼吼。即个高时师母伊看到，就甲这囡仔叫来，甲小玉叫来，就帮伊头细细头毛加加，佫会当刘海安尼吼。这囡仔都水水的安尼吼，古锥古锥，所以当
即个牧师娘甲家头长了的时阵，迄个无共款的一个面容啦互伊会通伫遮来勇敢面对甲人中间的计较。当即个小玉伊大汉当大汉伫迄中间，虽然伊的父母离婚去但是即个教会教导遮囡仔，就是讲伫即信仰伫即个品格，会通伫遮有无共款属上帝的观念，所以世上的观念过去伊伫家庭受的伤害，对老爸来受的伤害要怎伫遮来帮助伊改变伊所以伫遮透过即个教会透过即个读册班伫遮来陪伴遮囡仔念伊咱会对即个故事伫遮更较深入来了解一下伫遮教会牧师娘帮助即个小玉，互伊甲伊的老爸的关系会通伫遮来修补。伊嘛赦免伊的老爸了，伊的老爸嘛因为安尼来改酒佫有找到头路，伊的脾气嘛变好所以伫遮即个小玉伊大汉了后，伊伫即个陪读班伫遐学习辛苦，就种拍拼伫遮肯食苦，所以即马是成做一个公司的一个小主管。即个读册班伫迄中间来培育侪遮囡仔，陪伴因。然后有真侪人，因开始有无共款的即个头前的路，因为教会陪伴，互遮囡仔本来无路通行，人生诚做有一条出路。今日咱透过抬杠节的第二主日，咱嘛要透过保罗伊引用遮以色列人的历史，安怎出埃及进入迦南，伫这过程中间有着达有失败，也有跋倒，安怎成做咱信仰的一个真要紧的提醒。也透过真侪遮好的生命的见证，今仔上帝要帮助咱准备好咱家己的信心，成做别人的祝福，互人因为看见咱身上的好行为，会通伫遮将阳光归互这位上帝，煞伫遮来认捌这位上帝。华语的部分有一位姊妹，伊前后带伊的即教室内底一寡遮的朋友也是讲遮的同伴来到伫教会我相信，因为可能看见即个老师伊生命的一个展现，伊有真好的行道甲见证，所以陆续有真侪人陪对伊来，嘛陆续有安尼的洗礼今仔伊个一对一可能是夫妇啦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做华语的礼拜。兄弟姊妹，抬杠节咱是咧期待啥物？期待哇，主啊，你甲我相同在，我好就好嘛？毋是安尼主耶稣要享受互咱有真好的遮恩典，总是也要通过你，成做你的社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做你所指接的人，伊一个引带早起我有甲一位兄弟讲，哇，足久无看到你呢当然这是这萧敏哲你将伊带来伊的同事啦这嘉诚啦我知影讲伊拄生囡仔，本来伊的太太是无法度受孕，伫遐怀孕啦真侪遍即马囡仔差不多9个月，伊讲牧师你都毋知这囡仔拄出来初做爸母，你知影哇，毋知要哪去伫迄个中间甲养饲，拢因太太咧照顾。我讲你著来，遮足侪人有真侪无共款的经验啦无牧师嘛有生过2个牧师娘啦，毋是我生啦不要安怎顾，要安怎伫遮来教导我想咱逐个拢有真好的经验。透过小组，透过遮个兄弟姊妹陪伴，我相信因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帮助要安怎养饲即个细囝今仔日咱要透过即段的圣经抬杠节的主日，过来思考咱准备咱的信心，迎接上帝的救恩。因为上帝的救恩伫2000多年前已经来嘛。
所以今仔日咱是毋是真正对即个救恩领受即款的真理？啊，真理互咱会通伫遮得到自由。真理嘛，透过你，互你知影讲，你有即个使命要做啥物？伫即经文的内底嘛，搁一遍宣告讲，耶稣搁再来，吼，耶稣会搁再来。所以今仔日咱咧迎接即个圣诞节的节期来临的时阵，咱是用啥物款的心态？啊，这都教会节期就是安尼嘛，啊，逐年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来做礼拜。我昨伫新光三越吼。同站前店哦，也讲广告语安尼啦吼，所以伫遐我就甲迄店长甲伊遮主持人伫遮有一寡互动吼。我知影讲教会咧做啥物吼，旧年咱去遐唱歌，我好亲像讲互迄个店长赶咧吼，总是今年吼，咱会通伫遮我伫迄中间甲有短短一个交通，互伊知影讲教会咧做诶。耶稣来是要帮助人消除这个失丧的。今仔咱透过伫迄个中间的活动，有真侪人对教会有无共款的看法。今年这星光3月1甲展望会、世界展望会有这个合作。我甲迄个店长讲，你知影这世界展望会其实嘛是教会的机构啊。所以，互伊知影讲，教会安怎伫这中间会当祝福这个社会。今仔兄弟姊妹，耶稣嘛要通过你呼召你，保罗伫甲遮个哥林多教会信徒讲，因面对因人生、面对教会、面对环境内所有的遮个试炼、遮个诱惑，要安怎伫遮来赢过？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来搁一遍提醒咱家己，会通徛在阿尾，亲像保罗甲遮个人讲，你毋通掠做讲恁有恁知恁熬，所以恁阁会徛伫在嘛。无拍算，可能恁会比别人搁较先跋倒啊，所以咱着爱搁较谨慎。伫遮保罗伫引用以色列的遮个救恩的历史，伫遮互咱看见。以色列自出这个埃及的时阵，有啥物来引带因、来保护因、来亚看因？有风调日时，你知影迄个旷野、迄个沙漠的温度是真悬。我捌分享，伫迄个出埃及的路线的中间，坐伫游览车，你若无小心困去无醒起来的时阵就是讲伫迄中间无醒啦你然后会打去啊。所以导游就讲，恁爱随时准备好恁的水，然后爱啉水，若无你会感觉讲喙会打涩因为迄个温度实在真悬。总是暗时迄个温度是降落来真冷伫迄中间，上帝用啥物？用火条咧，用火条，互因伫迄中间烧落，互因有即个温度啊。也即卖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当出埃及，上帝伫迄个旷野的道路中间，日时热，暗时寒，总是上帝用风条、火条来保护因，来引带因。然后咱看讲，因到伫即个红海时阵，进无步，退无路，后壁有追兵。因就开始伫遐埋怨，开始伫遮讲摩西，你带阮来遮要死开始迄个人性就展现出来，迄个奴才性就出来。若无阮伫埃及，阮做奴才嘛阁有通食，嘛阁有蒜仔通食，葱仔肉。开始伫迄个中间咧摇把叉，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讲上帝为伫因无路的时，为伫因开一条道路。到伫对岸的时阵。咱看见遮个海水淹落来，遐埃及兵死伫迄个红海。过到红海了后，咱看见伫迄中间带阮来遮有通食无？上帝讲啥物？玛纳，哎呀，这无滋无味。想讲老爸通食，毋知要偌好。上帝听着安怎？讲啥物？烟豚肉。兄弟姊妹，40年你若食同款的物件，你会安怎？讨厌啦！所以圣经讲，阮厌憎这个物件，你知无？你若咧煮恁太太是厝的人，若煮饭互你食的时，你千万安怎？毋通嫌。哎呀，这煮甲遐正。
无滋无味，对无？即摆有真侪家庭是拢难主厨，你知无？嘿，所以你毋通黑白嫌啦，嫌都无通食吼。而且嫌念咧，咱看讲食以色列人嫌有啥物款的效果，你知无？你着家己食外口嘛？毋是呢，无命通食啦，无命通食。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上帝一关难关，互因过关了，因无感恩。因搁面对这新的一个挑战时，因开始伫迄中间来埋怨。40年叫你食共款的我想咱嘛会赢，包括我，对无？恁兜若太太煮饭逐工都煮共款的蛋炒饭还是迄个煎蛋煎卵葱炒卵安尼逐工拢安尼，你会讲啥？家己煮。真好我甲老牧师讲者，较早牧师娘较袂晓煮，你知无？煮的拢菜，讲咱是食菜因为大家拢知影我爱有肉较支持的，迄体力支持会久啦所以伫中间人若要煮互伊食，你就毋通嫌，对吧？所以咱用感恩的心伫遮来领受虽然心内有遮无爽快，总是绝对安怎毋通讲出来。甲你的边仔讲毋通讲出来安尼。袂使讲无前途。所以伫遮咱看讲，遮新业一遍搁一遍，但是遮新业拢是啥物？一时的啦，会经过。较要紧，兄弟姊妹，咱掠条是迄个行新业的主嘛，敢毋是？但是因却忽略这点所以有真侪遮个20岁以上的总要死伫旷野。兄弟姊妹，才有20岁以下的无？拢无呢。有啦，只有一个。虽然你可以进迦南，你知影无？除了佫2个。加勒甲啥？约书亚啦，加勒甲约书亚这2个会当入迦南地，剩的啦。圣经讲因拢死伫旷野，40天会当行到伫迦南地，总是行40天。恁掠做因会当徛得在嘛？无拄拄。第二，咱看讲因不满旷野的遮个无滋无味的啉食，拄仔已经讲过因伫迄个加迪斯的所在，上帝伫遮来行法，拄我讲的20岁以上的咱的生命经历真多，总是你我想看觅你的埋怨、你的怨叹，是毋是比遮少年的搁较济？敢是安尼？可能你会讲无拄拄，即摆少年的外高嫌的，你知无徛袂着今天要煮这咯，都无要想要来食，佮家己去叫啥？有无无熊猫，有喷打，对不？即摆囡仔无叫外口真直接啊！过去咱遮个年长的咱拍拼咱勤俭所以咱可能要叫你叫遮个外食无简单啦你宁可家己煮。所以伫这中间，咱看以色列人因对何尼山开始行，然后要伫遐往红海所在。我常常用这段民数记21章40到第9节，伫遮甲遮个慕道的分享。我讲，你知影救护车顶面迄动纸，虽然有希腊的神话安尼讲，总是你也看讲耶稣伫约翰福音伫迄中间3章14节伫遐所讲的摩西旷野举蛇，人子也要安受苦去，叫一切信靠伊的人得到永活，对无？然后引用其实咧讲这段。其实咧讲这段是伫啥？尼泊山迄个所在，伫今马的约旦。前几年有兄弟姊妹对我去嘛伫迄个中间来翕相。我想要翕相，就是咧提醒咱，当时伫历史的中间，有即群人，因伫即个所在，因伫遐嫌上帝，伫遐礼上帝，
伫遮骂上帝，然后讲带阮来遮要死哦，足歹听，足歹话，啊，真正死伫遐。所以有真侪有火蛇入去咬因，所以因死伫迄个所在。伊讲你想你赐即个食物互阮，咱来吞袂落，你知无？无滋无味吞袂落，啊无烟吞敢吞袂落。所以无迄个感恩，所以咱毋通诚做啥物作，不满足。哦，有人讲哦，存款不足。咱应该要诚做是一个感恩主，感恩上帝。咱会当喘气偌好诶，你知无？牧师即马讲道会当暂时免挂口罩，我感谢咱诶指挥中心，你知？哦，会当用阮讲伫即个中间哦，会当暂时唱歌诶讲道，会当暂时哦，将即个喙暗摕掉。所以咱爱感谢，咱会当喘气爱感谢吼。第三，咱看讲因诶感恩哦，无按照时啦。如果你若去看出来记结束第40章的中间吼，尾40章的第1节哦，耶和华上帝就讲，正月初你爱起一个会幕。按出来记的记载哦，以色列人出埃及有3项真要紧的大事。第一项就是过红海，过红海，互因会通行自由的所在迄条路。第二，因来到西奈山。上帝颁布律法，所以伫西奈山，摩西去伫40日领受啥物？10条诫落来，一看，这个人是咧创啥？哎呀，拜金牛迄个罗在城也袂改，对埃及伫迄中间，迄个宗教性影响真大。所以伫遮第三项就是起会幕。你知影过红海，然后这律法就是准备伫即个会幕的内底，然后伫遮实际要安怎学习对上帝的敬拜、献祭等等，这是伫即个会幕内底爱做的。所以上帝先互伊有即个律例、即个条例，然后伫即个中间来好好啊学习敬拜这位上帝、顺服这位上帝。利未记的头一卷、头一章伫遐讲啥物？讲上帝伫遮来呼叫因，上帝伫遮来呼叫因，然后对迄个布边、对迄个会幕中间，伫遮伊的百姓伫遮来讲话，然后叫因讲来，恁伫遮来挖群，来敬拜上帝，来侍奉伊。总是咱看伊讲约书亚，到伫约书亚记明年，咱就开始要读这约书亚士师记啊，包括咱的迦南之声，咱的一寡遮的读经的进度，咱明年会用即个方式伫遮做伙来读。所以伫这中间，咱看上帝颁布迄律法，伫迄中间会幕，好好来学习。我变咱伫遮来礼拜，透过拄啊，咱看诗班毋是凊彩唱咧。透过这节期，咱看这点节是啥物款的意思？伫圣经内底有这节期、这献祭，你知影比即卖的民间信仰伫遮咧献祭佫较麻烦，你知无？所以伫迄过程中间，旧约实在是伫即个献祭敬拜上帝真繁杂的即个礼仪啊。总是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来伫迄个中间来更新改变。互咱对迄个敬拜的观念会通伫遮时时来做调整，所以长老会啥 Reform Church 不断的改革，咱讲咱是改革啥？改革宗改革宗，就将咱不断的改变、的调整迄个中间呐。改革宗是中的中啦，吼。对宗教的宗，甲伊在提醒咱不时的调整咱，互即个礼拜是符合伫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伫遮咱看讲，约书亚记是一个德性，带咱进到伫即个迦南地。约书亚要过身进前，有一个名言啊，讲啥？论到我甲我的家，阮的确要安怎？侍奉
哇，我有迄个鞭啊啦，你知无？哦，所以你时时咧提起轮到我，甲我的家表示你，啊，搁有咧，你是毋是会当将迄个信仰传承到伫你的子孙？伫小组的时阵，咱常常咧提出代祷，哎呀，我的囡仔吼热心啊，倒转来做礼拜，互我的新妇，互我的啥物人会通伫遮来安怎热心来追求即个信仰啊，来信主啊。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士师记，正遇到伫迄个士师记的时阵，咱有看见因常常受到米甸人受到遮个外族伫迄中间甲因搅了，啊，我要修成啊，结果安怎？安尼后来替你收成，米甸人就开始甲因抢啊，对毋对？所以咱知影基甸啊，知影遮个士师哦，因拢密起来啊，伫迄个中间，伫遐伫将遮修成的安怎伫迄个中间来藏起来？为什么会拄着安尼啊？是啥物问题？其实就是安怎？原因因拜偶像。所以伫遮咱有看去敬拜迦南的偶像，互上帝无欢喜，这是第一大的一个啥？上帝所无爱。所以伫遮10条甲讲啊，除了我以外安怎？毋通有别个上帝哦，因犯了第一。即个头一个人甲上帝中间遮个界面，所以上帝兴起遮个外族伫这中间来做管家，总是伊嘛安怎无人袂过心安尼，所以伊就兴起士师伫遮趁因悔改时阵，然后咱看遮个士师兴起来帮助因脱离遮敌人的手，然后倒转到上帝面头前。所以兄弟姊妹，咱看遮是。提醒咱袂通正遇到伫应允的第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遮因素，要安怎帮助咱来行一条出路啊？第一个就是保罗伫甲遮个哥林多的信徒提醒，毋通甲遮以色列的遮个祖先哦。有人可能讲我都毋是恁犹太人，阮遮外族外邦人对无？哦。总是，如果咱也伫信仰内底，咱拢共做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才毋是。所以保罗伊用这段的伫遐中间的提醒讲好，咱毋通亲像因吼，亲像这20岁以上的遮吼，了我上帝赏赐这食物毋感恩，啊，搁伫遐嫌，搁伫遐累，然后呢，死伫咧旷野，哦，毋通亲像因。伫迄个中间民数记21章的第40节，就是讲，当因也无感恩，然后伫遐埋怨，伫遐来庇受上帝的时阵，火蛇加着死伫迄个所在。第二讲，毋通亲像因伫遐贪恋遮个歹的事啊，遮个歹事只是摩西伫以色列人中间吼互因即个无通遮中间来回应，所以伫讲。以色列人伫中间的贪食，因厌憎遮个淡薄，也是无滋无味的遮个玛纳，想要食吧，上帝讲恩顿互因，总是因无要感恩。所以伫民数记11章的第40，伫遮有讲因中间的遮个人去迄个贪心嘛，然后咧都摇把叉吼，然后咧，啥物人互阮会通食吧安尼。所以伫迄中间，圣经讲当。上帝降恩屯伫因的中间，因就起迄个贪心，然后上帝就刑罚伫因中间。这是就讲伫即个所在。第三，咱看讲对出埃及，因开始拜金牛，然后咧，进入到伫即个迦南地，因开始拜舍拉甲巴力，哦。即个保罗咧引用讲，即个甲淫乱有关系，就是当时伫迄个哥林多诶教会迄个城市，哥林多城市顶回阮讲道的时候有讲，伫哥林多的即个城市嘛有一寡遮个女神庙吼，即个女神庙中间遮个人去敬拜了后，甲遮个神庙的遮个庙基吼。妓女伫迄个中间有遮个性的关系，所以伫遮吼，咱看讲一方面拜偶像，一方面有遮淫乱的事来影响伫教会内吼。所以顶回咧甲咱分享，除了无正常这乱伦以外，阁有遮的行为，所以这拢是影响因得到上帝恩典的一个真要紧的即个陷阱甲即个失败的所在吼。
第五就是唔通去试探上帝吼。民数记14章22节，伫遮上帝对摩西讲：哦，你啊看这百姓，虽然看到我阳光，然后咧我带因出来吉，无但见安尼，阁有神业技术伫因中间，因阁安怎试探我10遍。这伫民数记14章的22节，伫遮提醒，因无听我的话，所以伫迄中间安怎？因无要相信我的话，无要照我的话去行，那安尼我要亲身管教因，无要信靠我的罪。所以伫遮明知影上帝厌恶的是遮，因为西奈山颁布的这10条诫，因伫因的生活，正到伫迦南，因继续安尼做，试探上帝。最后一个就是讲，唔通伫遐来发怨言啦，就种唔通伫遐来常常伫遐来拗念。特别咱伫服侍中间哦，若看无满意，无论是伫咱的中间，也是伫即个网站，伫即个FB 也好，有人常常会伫遐发牢骚啊，种讲一寡即有诶无安尼啦吼。兄弟姊妹，真正上帝咧提醒咱吼，上帝恩典教育咱。出来记14章，民数记14章，才有真侪遮，就是咧提醒，遮百姓安怎伫遮拗念、埋怨叹，无要感谢，最后因的无命入去到伫即个迦南。愿主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提醒遮个境界，然后无倚靠咱家己，爱倚靠上帝，掠做家己有，掠做家己熬，像遮个法利赛人。甚至当耶稣的面底下来指责，因掠做因有因读真侪这律法册，总是毋知影因所面对是啥物款的人，是上帝，是耶稣。兄弟姊妹，咱愈读上帝的话，愈爱安怎？愈爱谦卑啊！愈爱伫遮有谦卑来到主面前。你若愈知影上帝的话，你是毋是愈谦卑？愈会通伫迄中间来协助人。最后一个就是不断的成长。保罗爱遮个信徒，毋通受到遮异教、受到遮个假教师、假先知的影响，然后帮助因会当伫即个家己的中间，毋通家己掠做有徛得在，检测伊会伫迄中间先跋倒。伫迄面对试探的中间，遮个境界。上帝也要透过安尼来帮助，互遮个信徒特别在提醒你我，互你我会通伫这信仰顶面会通领受真理，真理叫咱会通得到自由，就是无受到遮个试探的影响。所以伫遮咱看讲，以弗所人书第4章11到13节，就对咱讲，教会伫遮上帝透过教会所使用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先知，为着要安怎？为着要伫即个中间来招庇来做初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躯啦。其中一个就是讲，咱伫上帝内底，伫耶稣基督内底来合一。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学习，咱伫遮生命成长。所以透过门徒的训练，就是要帮助咱对福音有充满这款的热情啊。因为已经有一对夫妇报名要洗礼来到伫咱的双大也好，还是讲伫小组也好。你知影透过遮个区长透过小组长，因安尼陪伴，因怎伫迄中间替祈祷、安慰、鼓励啦。所以因夫妇伫迄中间来报名要洗礼我有定伫12月下旬要伫因兜来做圣别的礼拜。兄弟姊妹，因为遮个兄弟对灵魂有负担，对遮个福音有热情，所以因领受这个使命，回应耶稣讲去，互万百姓来做学生啊。咱的上帝咧做午餐的话是要创啥？敢毋是对遮个社区的遮个学生，毋望因也通透过有即款的直接关系。会当搁较了解这个信仰真理，敢毋是嘛？校长真用心，副校长甲这同工，咱也透过这个所学习的，咱做来读来，恁对我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
所看见的，拢着行伊。就享受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伫地。你有所学习、所领受、所看见，爱行出来啊！读圣经真要紧的真理就是啥？爱活啦。所以毋通干那听道，爱去行道理啊！咱有真济读女主神啊院的，咱有真济读真济遮的迄个，要创啥？目的要创啥？剑是要行出来嘛？对灵魂有负担，你是毋是会当付出时间？我真佩服这的兄弟，毋是干那俘虏的女神啊，还有男神呢，嘛有这兄弟在读啊。我真鼓励恁，着读了活出来。吼，咱就是要安怎培养咱个人甲上帝关系，所以明年开始，咱会对约书亚开始来读。征信的牧师帮助咱有规划这个，配合牧者的讲道，阮会当对这方面阁有一寡影片当配合，咱做伙来读。领受属天的观念、价值观，伫遐来调整了后，你知影无？调整了后，念的这个故事、这个见证，你也看这个囡仔因安怎伫迄中间来改变，然后因会通伫遮，互这个囡仔一个看去耶稣，经历耶稣的稳定。这就是保罗要提醒咱的吼，咱做来看一段影片。被送过来这里，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刚开始，所有人看我笑话，你们这个从外地来的，在这里搞什么？每天带一群那个屁孩哈，安尼擦到要死哈。搞一堆粪扫，要创啥？爸母拢嘛粪扫，啊，你伫咧粪扫堆捡粪扫，等下要吃哦。我讲，啊，如果我们好好带，啊，伊若变好，咱就捡着啊。什么时候开始住的？国二升国三的时候，当初是因为要在这里读书，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让读。因为自己要准备考试，所以就住在这边。因为这边比较安静，家里的话就有弟弟妹妹太吵了。克服这一块，12年多了。其实刚来我们什么都不熟，第一件事就是去国小拜访校长，校长就直接的问说：“师母，你会顾小孩吗？”就是那个放学拍拍照啊都不写作业的那一种。我说可以。这头3年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经费，没有资源，一打十。对我一个人，包括客服、看作业、煮饭，什么都要自己来。第3年以后开始也找资源，我也找就业，我们就进来到现在，就是一直有被支持。这群孩子是很好动的，书包也是空的，连铅笔盒都没有，联络簿也不带的。所以一开始第一个目标就是让他们愿意把功课带回来，让他们开始写作业，就这样一直做下去。我们还是有孩子很糟糕呢，半夜去飙车，去偷骑摩托车，被抓到警察局去的，去抽烟的，因为家里全家都抽烟啊，随便拿就一整条。如果7年前你来这边哈，你会听到满屋子的脏话。像现在他们回家也不会乱打人，也不会讲脏话了。慢慢的，孩子开始写作业，然后他开始考试，开始拿进步奖的时候，孩子就开始改变了。有人问我说：“你有想放弃吗？”有啊。我曾经一个人被累到，我想放手啦。可是后来我就会想。我如果放掉这20几个孩子，以后怎么办？收起来，继续熬。在大概4、5年的时候，我跟上帝说：“上帝，我需要一个社工。上帝，我要黄仁启回来。”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上帝就很神奇的就把他带回来了。那我们看一下哪个是你儿子？像不像？我们有特征，你看到了吗？孩子的影响力很大，孩子的能力很强，
我们要放手给年轻人做，不要再留在那个旧有的规条里面，那永远做不出东西。不要留在旧有规条。我想这个世代，咱要怎赢得这个青少年吼？咱有10通的这个囡仔，咱有这个课有班，其实这是做一个基础教母。我顶回分享，迄邱老师7、8年以上啊，无摕啥物，伫遮服侍，吼，昨搁拄着，讲感谢你，啊，上帝赐福你。兄姊妹，咱是毋是伫咱的温书的中间会通看见这囡仔的需要？这拢是明仔日的这教会调招甲希望。咱嘛有看见，咱买2楼顶偌济这个补习的青年。我咧甲咱的明年的团队部长吼，民泽长老咧讲，迄补习班的头家是伊的老师啦。免啊，伫遮看见即阵的囡仔。第一场我讲了吼，咱有一个兄弟是大学的教授啊，牧师，我会通做啥？即个高中要考大学，我会通帮助因安排，因免啊去填这个资料，免啊去选择，免啊去面对。我讲感谢主，哦，我来安排。兄弟姊妹，上帝要透过你，透过教会祝福，这个暗捌上帝，这个家庭啊，咱毋是干那伫遮家己好就好啦。旧的思想一定要拍破，无需要遮顾好就好啊。这毋是耶稣爱，上面咱家己爱成长，然后真做这个人祝福。特别今仔日要呼召这个同工要上任的，嘛提醒，因为可能咱伫咧服侍过程中间有真侪这个劳苦重担、甲压迫、甲付出。这以色列人因的一寡这个习惯，拢是诚做咱一个照镜鉴戒。愿主来帮助咱哦，咱会通伫这中间来回应哦。这位牧师娘吼，伊愿意伫遐哭落，安怎互人看轻，总是看见这囡仔成长，因回馈。因伫遐回报，因伫迄中间来领受的哦，30外个囡仔哦，你知影这偌济家庭？今日咱嘛是有一寡这个囡仔也对社区来哦，有这同工咧陪伴哦，你嘛会通伫遮来参与。咱要伫遐来回应啊，救恩，临到你毋通家己好就好，上帝要呼召咱。准备耶稣再来时阵，你是毋是通伫遮来高效，好过尽忠的路报？像啊，顶回孙宝林牧师讲，你有领受这个文书啊？你好好去做，不管你有了无了啦，你若愿意去做，这位慷慨上帝拢会甲你安怎学乐啊？好过尽忠的路报，伊是看你愿意要做啊，毋做啦。咱做起哩，咱用这诗歌，咱相信这位上帝是听你的，是互你有稳定教育的，互你也会通伫遐回应，会通伫遐真做别人祝福的上帝哦。咱用这诗歌来回应来。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圣神是我的安慰者，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看成伊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直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你。
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这，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阿妈，伊听我做宝贝。三甲来祈祷，主你听阮，无论阮是啥物款的人。无论阮是有读册无读册，好嘢善车，伫你的目睭内拢是共款的，拢是你的宝贝。主啊，互阮无用其他的眼光去看别人，看轻别人，互阮有对灵魂有负担，对你的使命有热情，互阮无家己好就好。凡要做伙好，做伙来领受。愿主你所阮所听的，帮助阮会当活出伫阮生命中间，互人看见上帝你伫阮生命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就任式，咱来吟圣诗443首第一节。第二节，咱坐咧吟，请要就任的长老来到头前。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设立陈敏德、陈素清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眷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者伫你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是有交代通代表东会府、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上帝话记载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安尼讲，所以恁中间的长老，我苦劝因，我也当做长老，也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也三甲有份特别显现的荣光，恁着照顾伫恁中间上帝羊群来监督因，毋是对勉强，是甘心照上帝，毋是为着毋合宜的钱，是对欢喜的意思。也毋是伫所交代恁的做主，是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恁要得到
袂衰退，阳光会免柔。安尼，恁少年人着降服长老，恁大家也拢着用谦逊做衫穿来三甲服侍，因为上帝抵得骄傲的，是允许谦卑的。所以，着家己谦卑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互伊到时高升恁。愿上帝话也诚做咱的帮赞。这个时阵要来请长老来誓约，甲会友来誓约。请长老先大声来誓约。恁当要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明啊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欢喜做迦南东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伫你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要诚实遵即个意思来行伊啊无？长老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有要肯降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有啊无？会友请起立。请会友来誓约，恁已经经陈敏德、陈淑清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照法度伫你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有要安尼行啊无？恁着敬听伊，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有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闹失错，应该通知互社会说法，毋通世界报扬，你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咱三甲来祈祷。主啊，你逐世代、逐所在敬人来跟对你，也完成主你的大使命。建立教会也透过长老协助牧师伫你教会，互因忠诚一职，会当得到主你称赞因讲好搁尽忠的罗卜。恁伫小可的事的顶面来服侍，会通将搁较大的事交代伫因。愿主来所因，愿手所做行通顺利，愿对你来权柄、智慧、能力，因个人的事业、家庭，甲伫你教会中间，拢会当看见上帝你的同在，甲你的祝福。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下次请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东会小会权柄，设立恁做迦南东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这个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圣神设立恁做长老，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入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时就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免柔，阿免。请小会员来接纳。
能够拍婆啊，伫遮甲因鼓励，甲因祝福。好，请回座。请咱来吟圣诗446首第1节、第2节，咱来接受的设立，请要受设立的接受来到你头前。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专家人简慧清、苏新敏来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经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上帝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3章第8到13节。安尼做执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样话，无爱啉侪酒，无贪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的奥妙。亲像这号人，着大声试验伊，若无通嫌，正通互因做执事。安尼福音人也着端庄，无诽谤，无好酒，凡事忠信。执事着做一个福音人的丈夫，熬清洁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家，因为熬做执事的，家己着得到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道理有大大好胆。愿上帝话成做咱服侍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根据。这个时阵要来请执事来誓约。恁担要领受执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对上帝来吊命啊无？恁愿意做迦南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有要安尼行啊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要安尼行啊无？恁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请会众起立。请会众来誓约。恁已经竞选专家人简慧清、苏新敏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心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因、听从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予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咱三甲来祈祷。主，你也呼召人，伫呢灵性、伫呢信仰顶面，会通互上帝你欢喜，会通伫遮来诚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伫教会事业顶面，也通伫关顾牧养顶面来看见人的需要。来帮赞，互教会会通荣光上帝的名得到健全。愿主你来祝福，特别互因领受这个责任，因忠心伫你的面前，互你有缘称做好搁尽忠的奴仆。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东会小会官兵，
设立恁做嘉南同会执事，煞通知正会有在。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阿免。会众请坐。我们向前转，咱请小文人来接纳。感谢主，咱有这个年轻的加入伫这个学师的团队吼。咱也阁有欠3名啦吼，长老欠2名吼，咱搁一边拍鼓啊，甲因祝福吼。好，请回座。这个时阵要邀请咱所有的这个同工吼，咱的同工来到伫头前，咱的。区长、小组长吼，咱遮的各部的同工来到遮的面前吼，咱要来吟圣诗圣诗443首第1节、第2节到第5节，吟诗的中间，请咱同工来到头前。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37节到38节。对安尼就甲伊的学生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别工去甲因修行。愿上帝话成做咱服侍的快乐甲帮助。这个时阵要请这个同工来誓约。咱就照这个阿里伫这中间领受什么款的职务，让我某位人为着我伫遮咱用这个来，我。愿意尽心尽力来听上帝，同心一致来侍奉上帝甲伊的教会。我愿意用宽容、听心，甲教会各部各小组的干部同心服侍。我愿意奉献时间、精神、财力。
谢约奉献。请咱三个来祈祷。主啊，这同工伫你面前，愿你来查恳。伫查恳的中间，愿你加倍祝福恁手所做，包括因工作事业，当因愿意献上因的时间、能力、金钱、疼心伫你面前的时，主，你是慷慨的主，互你加倍祝福伫因中间，也保守因的心是忠心伫你面前，互你称赞好搁尽忠的路北，会通甲主做伙同领受属天的福气。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我奉耶稣基督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小组、做国部组的同工。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的，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咱搁一遍向后转吼。咱有看到这同工吼，恁伫咧祈祷的中间来纪念吼，来为着因伫咧祝，咱拍鼓仔甲因祝福。好，请回座。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伫天父的爸，感谢你看顾阮即礼拜的平安，赏赐阮所需要的一切，也请你帮助阮，无论伫咧得时也是无得时，拢会使来学乐你，感谢你，也请你帮助阮，拄着阮生命中的偶像，可能是阮的工课、阮的目标、阮的梦想，互阮着担当来敬拜你，也请你帮助阮会使成做你好搁忠心的奴仆。只是阮献上你互阮的金钱甲才能，成做圣工路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
这是请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然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就无消息真紧来报告吼。咱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二主日用准备咱的信心来迎接主的降临。也预期拢是第11页疫情也慢慢地控制啦吼。总是有新的这个病毒这个新的病毒叫啥物名？恁知无？讲我没空啦吼，我没空哦。不过咱有原来设计啦吼，好，这个礼拜时间请咱注意吼。线上的兄弟啊，请恁会当倒转来吼。咱会伫2022年1月初9要举行明年度第一次的圣礼典，若要报名洗礼，12月26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已经有伫这中间来上中级甲核心同工的上任咱中级会伫下昼1点调几了后，请咱小会员伫502教室新旧营做来参加小会。咱念的这中级会是伫2楼来举行请咱的同工来准时来参加。咱崇拜部也伫12月19，咱有教会的一个圣诞节的礼拜咱来听看觅今年咱的圣歌队有啥物款的无共款跨界安尼来有影片12月19早起10点15分我作怀疑这是恁对嘴也是讲迄个还是实力19号就知道了恁若有迄个疑问19号一定要来参加啦来咱有缘有这国听音乐厅国家音乐厅的水准的这个音乐会请咱有缘把握这个时间来影片也放台北爱乐室内乐坊好，这咱一加一来49咱会议优先请咱把握这个机会那最近无偌济报名慢慢的开放互外口的人所以这咱兄弟特别线上兄弟，咱倒转来来报名，甲小组长报名提早来排队甲入场安尼好，来 ，OK， 来你来。咱有这个明年度的福音乐理啦，这个月帖请咱更小组长来领你若有一间厝领一个，你有2间厝安怎？
领两个吼，表示上帝祝福你嘛吼。所以如果你若要加码吼，1分100甲咱的苏生长老甲张义主任来购买吼。咱伫12月24暗时8点到9点，伫统领即百货公司外口1楼有平安圣诞夜晚会啦吼。所以拜托咱有参加要登记圣诞老公公这名吼，请咱登记，咱拢有迄个习惯讲无登记，到时有这产后长客都无够，你知无吼？所以拜托咱有要参加，咱写好吼，安尼。互咱主办单位团队部会通按算，遮若要准备一寡遮个材料的时阵吼，会通遮好准备好。咱12月吼，咱奉献，咱的年度要结束会友要恢复咱的奉献正面吼。咱有刷卡的，伫12月2日下晡的12月24，来配是12月24吼。若现金你会当甲12月30日拢会当奉献，所以拜托咱注意这个时间吼。咱的青年牧区有真用心的规划圣诞节活动吼，12月25，咱暗时有晚会这音乐会2点下晡2点到5点你厝闹这个青年子弟吼甲邀请来吼。12月12伫后礼拜嘛有儿童牧区伫办的魔术圣诞趴，伫这中间也有这 QR code 报名吼，咱人数有限制吼，请咱看周报这 QR code 来报名，咱厝邀请这个囡仔吼。咱嘛有这冬令营这人数拢无介济所以请咱把咱的教会先开放予子弟来参加过了就对外来开放。伫即个拜三早起10点20这罗文英姊妹的老母就英辉带英辉长老的丈母啦要伫即个个别式中间因为无信嘛，所以伫若要参加公祭去甲致意的伫10点20左右安尼咱愿主来安慰这遗族咱伫即礼拜4有单独牧师遗族这安慰礼拜伫咱的礼拜厅暗时8点，拜4暗时8点即礼拜六因为昨有人先走来讲毋是有个别礼拜安尼记毋对的所以12月11就是即礼拜六9点半要伫桃园市立殡仪馆的美德厅举行入殓11点火化，1点到1点半，倒转来伫咱的教会2楼举行个别礼拜，嘛为着伊来举行中会葬新德中会葬了后4点会伫天品山庄来举行安放，愿主来安慰牧师娘甲遮个遗族。咱恭喜啦这国宴甲佩杰咱的执事夫妇来平安顺利来生产一个查甫囝愿主来祝福小名叫做天天愿上帝来祝福来12月生日的来，请站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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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拍破甲因祝福，咱做来感谢上帝你互这个同工兄弟姊妹。因也受你的活命，奉你名来祝福，互因活更较丰富，生命更较丰盛，也愿手所做的拢会当顺利行通。愿因也会通伫所领受加倍恩典，也成做别人祝福的管道。愿主你来帮助因，互因伫因的生活中间献上因对上帝的感恩。
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咱来念今仔日金句念2遍。恁所拄着的市，无毋是人的常事，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市过头，伫恁所画当，就是伫受市的时，所互恁当会起。哥林多前书，过一遍。恁所拄着是，无毋是人的常事，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是过头，伫恁所画当，就是要煞开拓出的路，互恁当会起。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403首，主差遣我。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的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上帝叫你因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圣神叫你充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往主生命打出去。当心祈祷领受上帝祝福。当阮领受主你的使命要出去，互人因为阮对上帝所领受的福气来得到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教育阮用。愿天父上帝，互阮出愿入得到保守、看顾甲平安。愿圣神的相通感动，互阮会通把握阮所服侍的机会。会当互主你称做尽中的路目，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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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平安、祝福，甲咱大家同在，咱彼此来请安、祝福。